稅打後咧，每10年咧就係跌10%，可能咧就係開始咧就係牢嘈啊、牢騷多咗啊。男男女女加點情趣，同你輕鬆講健康，談情趣，即刻去健康好人生收睇啦！響過去嘅8年，響九龍中嘅地方，係響個地下度掘隧道，搞嗰條九龍中嘅通道。嗱，呢條通道咧，其實唔單止影響咗油麻地，亦都改變咗成個九龍嗰個風水格局。例如咩靈雀靈籤啊，咁就喺嗰堆籤嗰度隻雀仔擔一張出嚟嘛。咁呢一類嘢係真係隻雀好靈啊，抑或有咩嘢咧？咁點樣可以揀一個好啲嘅算命師咧？嗱，我個人嘅認為咧就係咁嘅。歡迎大家嚟到風水長知識，我係蔣康文。如果大家喜歡我哋呢個節目咧，請撳個下面嗰個小鈴鐺作為我哋嘅支持，我哋會再繼續做一啲對術數啊有興趣嘅節目俾大家嘅。今次我哋講嘅一個題目咧，就有人提出關於近年嘅廟街油麻地大笪地嗰個位置嘅發生嘅事。咁啊，油麻地廟街附近咧，就一向都被視為所謂嘅平民娛樂場啦。咁啊，有人唱粵劇，有人算命，有人做各種嘅嘢。咁但係近年咧，就同香港個經濟好似似乎咧都一齊跌咗落嚟，人流少咗啦。咁啊，政府又曾經想話利用個廟街搞夜市。但係政府嗰啲官員咧就得把口，但係就冇實際做到好多嘢去幫助嗰度嘅本地人，所以結果個夜市係搞唔旺嘅。嗱，咁首先從一個風水術數嘅角度咧，一個夜市嘅興起咧，其實一定唔係由官規劃嘅，一定係由係夜市嘅興起係一個我哋叫做有機體嚟嘅。係因為某一啲人睇到嗰度有個商機，喺嗰度搞一啲生意，嗰啲生意興旺，於是令到嗰度咧就變咗成行成市。咁所以咧根本上咧就係一種低下階層去謀生嘅一個方法。喺香港開埠嘅時候咧，香港英國政府係根本上對嗰啲市民係根本上不理不睬嘅。所以咧當時嘅喺大陸走落嚟嘅人好，乜嘢人都好啦，佢哋為咗要謀自己嘅生機啦，於是就由啲小販開始做，一路慢慢就變咗係攤販，攤販之後就慢慢變咗做夜市，再變出嚟就各種嘢。咁你諗下，香港有好出名嘅一啲，譬如賣燒鴨嘅、賣咩嘅好多酒樓咧，佢哋開始嘅時候係一個攤販開始㗎。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但係我哋60、70年，我哋70、80年代開始咧，我哋班響美國大學畢業翻嚟嗰班官咧，就有個傾向咧，就係呢啲破壞市容、不衛生，於是咧就一路咁樣去趕絕呢啲夜市啦。嗱，所以例如香港嘅大排檔，而家得翻中環嗰幾間之外咧就冇啦。咁但係呢啲咧都係一種而家咧就話要發展本土經濟啊，先至識得去想揾翻呢啲嘢翻嚟喎。但係你長官意願唔代表你就識嘢㗎。我哋啲長官好啲水平好低嘅，所以咧就搞夜市都得個口就講，就結果搞唔起嘅。好啦，咁油麻地點解呢輪會跌咗咧？嗱，因為點解咧？過去以來，無論沙士唔沙士啊之類之前咧，佢都係咁興旺嘅。嗱，其中一個最大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係我哋響過去嘅8年，響九龍中嘅地方，係響個地下度掘隧道，搞嗰條九龍中嘅通道。嗱，呢條通道咧，其實唔單止影響咗油麻地，亦都改變咗成個九龍嗰個風水格局，以至
我哋19年嘅社會運動、14年嘅社會運動呢啲，全部都係間接由佢影響嘅，因為佢係喺個地下度共土，所以我哋又唔係好覺。ETNet 財經生活 App 有即時報價、專家貼士分析、即時人氣股排行榜等實用功能，有齊全方位財經及生活資訊，一 App 在手，投資理財冇難度。嗱，一個地方嘅興旺咧，最衰嘅時候咧，就係嗰個地方係動緊土，所以過去嗰8年都係動緊土，所以我哋你睇到啦，由2020年開始，我哋旺角啊都唔旺，啱唔啱啊？咁個旺角喺沙士嘅時候咧，都仲係好旺嘅，全香港都話因為沙士而唔係好掂嘅時候咧，旺角都好旺。但係而家咧，旺角開始唔係幾旺啦。咁呢個我哋風水有得解嘅，當然就係啲坐向問題啦，因為個運氣唔同咗啦，同埋旺角嘅南邊咧就起咗一座大嘅建築，就係廣華醫院。明唔明啊？好啦，咁而家條九龍中隧道通咗啦，通咗車啦，咁會點咧？嗱，根據以往嘅經驗咧，有啲已經破壞咗啦，但係咧，起碼而家就唔再去動土，佢咧就開始會慢慢恢復翻噶啦，少少。即係未必一定好似以前咁興旺，所以你睇到舊年嘅年尾，全個香港其實都有啲興旺，即係恢復嘅跡象噶嘛，就係因為咁嘅理由啦。油麻地算命靈唔靈啦？有啲人就問啦。我個人就冇試過去廟街，我去廟街參觀就有，去算命就唔使啦，係嘛？都自己搞掂啦。曾幾何時咧，呢度都係伏虎降龍嘅，咁啊有嗰啲咩啊雀仔做籤啦，嗰啲係外國人最中意雀仔求籤啦，嗰啲係外國人最中意影相嘅地方啦。咁啊，另外有啲嗱，譬如而家有啲某大師咧，佢出道咧就係響油麻地嗰度幫人睇相開始嘅，可以係伏虎降龍，但係亦都真係有不少係真係江湖揾飯食嘅。點解咧？因為我唔否定一定會有啲江上派嘅人就借算命睇相咧，就愛嚟偷下拐騙嘅。不過而家呢個時代進步咗啦，呢班人根本上都唔需要做呢樣嘢啦。電騙咪仲好玩嚇？男人可以呃男人，女人可以呃女人，咁所以咧，我覺得就會少咗。咁但係曾經何時咧，我都遇到過。點解咧？我曾經有，因為你知我教學生啦，咁我係有教無類嘅，邊個嚟我都俾噶啦。初班，咁啊初班嘅我曾經有一個學生就上過我初班一段時間咧，佢就話佢自己係響油麻地嗰度咧，就幫人哋睇塔羅牌嘅。咁佢就問我可唔可以掛佢係我個名，我個徒弟個名喺嗰度幫人睇相或者睇嘢。咁我就一口拒絕咗嘅。咁啊，好耐冇見啦。咁跟住之後咧，有人通知我，最近有人同我澄清咧，就話呢位學生咧喺嗰度咧就搞一大堆嘢咧，就攞咗人哋好多錢咧，就走咗去台灣。咁所以佢而家咧就只係喺網上面同人哋算命，明唔明啊？咁而佢同人講咧，就話曾經俾過意見我，即係幫過我。咁呢一點咧，我啊一定要否定嘅嚇。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呢一類響油麻地幫人算命嘅人嘅
參差嘅質素啦。OK， 咁你自己去算命，你俾個八字人，咁呢個風險咧就喺你度啦。啊，咁點樣可以揀一個好啲嘅算命師咧？嗱，我個人嘅認為咧就係咁嘅。你唔好睇佢啊，喺某個電台又電視台嗰度講到自己吹到自己好大。你喺你啲朋友中間有冇識得人話呢位大師幫佢算命係靈嘅咧，或者將佢嘅運程改好嘅咧？30歲打後咧，每10年咧就係跌10%，可能咧就係開始咧就係牢嘈啊、牢騷多咗啊。男男女女加點情趣，同你輕鬆講健康，談情趣，即刻去健康好人生收睇啦！實驗係真理嘅唯一標準啦。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係好貓。咁如果有朋友係介紹你話你揾呢個師傅，佢幫你擺好咗個風水陣咧，你真係舒舒服服、健康揾錢，咁呢個你咪可以信咯。就唔係喺電台電視大力宣傳好似我咁樣你點知我係咪賊騙子啊？係嘛？所以淨係聽我個名唔係冇用噶。聽過個名就去揾佢咧，有陣時分分鐘你中招噶。你記得啦，有師傅屋個辦公室都俾人哋倒淋白油、紅油係淋紅油嗱，所以你睇到咧，即係靈唔靈啊？就係要靠呢啲口碑，真係你熟嘅人傳出嚟，就而唔係哎呀嗰個朋友個朋友個朋友話佢好靈，咁樣係冇用嘅。小心啲啦。OK， 響古代呢啲咁嘅魔術或者占卜咧，例如咩靈雀抽靈籤啊，咁就喺嗰堆籤嗰度隻雀仔擔一張出嚟嘛。咁呢一類嘢係真係隻雀好靈啊，抑或有咩嘢咧？咁咧就例如靈雀嗰個咧，我師傅嘅講法咧就係好易啫嘛。你喺嗰張牌嗰度搽咗少少油或者乜嘢嘢，嗰啲雀仔中意舐嘅，咁佢咪擺喺度，咁咪喺嗰個裏邊，佢咪揾到嗰張佢啱嘅，咪擔出嚟咯。嗱，呢個就係咁簡單。你訓練咗隻雀冇幾耐，咁同埋咧佢擔完咗出嚟咧，有嘢俾佢食嘅，咁佢咪次次都擔咯，即係等於隻狗啫嘛。你訓練隻狗同訓練隻狗係冇分別嘅。咁所以咧，咁多種魔術裏邊咧，我而家個人最有個人咧最有興趣嘅咧就係醒記。點樣醒記咧？嗱，呢個印度嘅醒記咧就係咁講嘅，佢就揾個籮，就揾一條好粗嘅繩，咁啊俾人睇到個繩啦，睇過個籮啦，就抌咗條繩落個籮度，跟住佢就吹個笛，吹完個笛咧，嗰條繩咧就好似蛇咁樣升上嚟。嗱，升上嚟之後咧，佢就仲揾個細路仔，就爬上嗰條繩度，就繼續升上去嘅。咁我今日咧見到嗰啲所謂嘅有拍攝嗰啲喺印度拍攝嗰啲繩記嘅技術啦，嗰啲人咧都係只係將個細路仔升咗上去啫，明唔明啊？咁啊落翻嚟噶啦，冇嘢啦。但係如果喺中國唐代嘅記載咧，呢條繩咧可以升到上去個雲上面咁高嘅，然後個細路仔咧就爬咗上去，攞把刀爬咗上去，跟住咧就噼哩啪啦咧，啲手腳咁跌晒落嚟，嗰個人咧執晒嗰啲手腳嗰啲嘢咧，就擠翻落另外一個龕度冚住佢，冇幾耐一打開咧，
個細路仔出翻嚟。嗱，呢一部分呢，我今日嘅 video 係未見過嘅，但係細路仔爬繩嗰個部分呢，我見過。但係點樣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呢？今日我未破解到，所以我唔敢答你啊！但係呢個就係我認為而家暫時呢個世界上邊，我認為最神秘嘅繩記，因為呢個繩記係由唐代我哋中國人已經有記載到而家㗎。記得訂閱我哋，唔好錯過最新節目啊！無論係風水、美食、旅行、時尚定係藝術，我哋會同你一齊探索最新最潮嘅生活資訊，一齊休息睇片，釋放壓力啦！25度生活，舒適溫度，綠色態度，樂活自在。ETNet 財經生活 App 有即時報價、專家貼士分析、即時人氣股排行榜等實用功能，有齊全方位財經及生活資訊，一 App 在手，投資理財冇難度。